父神，我要的是法器，威力无穷的那种，你却给我一个桃木。啊！这究竟是何材质啊？普通的桃木剑。普通的桃木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？此剑富有父神的半生修为，任何神兵利器都不是对手。哦，你可喜欢？这次轮到小八羡慕我啦！将来你拜师学艺，用此剑修炼，能助你早日晋升成神。谢谢父。还有一点，不可随意伤人。袁姐明白。你这半生修为都附在了桃木剑上，若是以后再遇到像吴焕那样的坏人，你会不会又打不过了？父神自有办法。